你迄头咧咧，你唔惊公车走去哦？这久无看你最近好无啦？赶快啊，一天过一天啊。你甲公车当作是一个交通工具，对啊。无啥物。对啊。但是像你安尼，甲公车变做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，迄就无简单啊。对啊，政府嘛是叫你尽量去坐这大众。嘛是啊，你算是讲有甲迄一个月1000点发挥到淋漓尽致就对啦。有时候吼，拢用到无半算。都无够。比如讲，你有去中华食肉丸、空肉饭，你想着后今仔日起床想要食贡肉饭，还无来中华，对，公车坐咧就去。啊，食猪脚我会走较远，走到北港。走到北港去。来，你今仔要带去倒去佚佗？开去咯。哎。因为我等下要来去找为一寡迄个庙的彩绘。我就在等上空了来安尼有无？好啊。规定我今仔日就拢免用头脑啦，我带你行去。是安尼讲，你遮尔爱坐公车？较济岁啊，无啥爱骑车，无啥爱驶车。较济台好坐啊。你家己的嘛，干那一台尔，对无？是啦，有人做你的司机，哪会歹着？对啊。华哥，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找朋友来哦？系啊。志宏，哦，你小琉球人。真的假？是啊，真的啊。啊，你到琉球队？收包啊。哇，到收包呢？你嘛小琉球人？系啊。是哦。但是你应该就早进前就出国去做实习吧？是啊，我做彩绘拢爱高中毕业就出来学师开始做啊。啊，无怪啦，较唔捌看过。系啊，马哥今仔是来我斗做工课啊。有讲。系啊，对啊，我一寡简单的工课拢会叫伊斗做啊。都工地这。系啊。哎，马哥，安尼我带婷你去电馆看看咧，啊，你先无用。好啊，好啊。好。陈大哥，啊这用价还袂拆，是因为庙阿哥咧起。因为咱彩绘拢是离天花板、离天管真悬，啊，就一定要有音架，才画得啊。爱先起无啊？啊对。系啊。好。好。你工地就爱滴吼。系啊。啊，爱细腻哦，这工地。系啊。一讲了了咪了弄掉，好佳哉咱有滴安装无？啊，落水只啊细腻哦。头尾啊无共款的去讲着。这应该是大有稳啦吼。哇！是啊，爬几楼啦？要到下未？你伫推啊？哦。细腻。好佳哉有滴安装无？我做啥是坐着你啊？我伤恐怖啊吧？有啦。目前咱目睭看到有彩色的所在，敢拢是恁咱彩绘部分就是咱一开始吼，这拢是水泥，啊，咱甲补涂补平了后，咱甲构图，啊，构图就是讲咱庙方伊想讲要做什么图腾的构图。你若我都讲到这平静，搁这清楚，我拢听袂入去，我搁咧惊。因为阮惯势啊。我搁咧惊。你一开始学师的时阵，前几工嘛是会惊啊。几工仔尔嘛？系啊。啊，逐工爬，一礼拜过拢袂惊啊！你像阮做囝嘛拢袂惊啊！恁做囝嘛有伫遮咧斗做工课？有啊。在头岸啊。好。嘿啊。哇塞，这拢有稳啦吼。有啊，拢有。伊这吼一开始这拢无图案，啊，就是咱庙的讲参考讲要做啥物图案，啊，咱就帮伊构图。啊，咱就是爱甲伊的寸切画落来，啊，正当高字的画高字先这。一笔一个比例吗？嘿。这个哈哩伊较长，啊，咱就画1/2，画好了后，咱来动空，甲合起了后，用这清新的粉甲色色的透印过去啊，啊，这个边点过来，个色色的一个镜像的对称就对了。这尔啊大间的一间庙，这尔啊坐这梁柱，
拢是安尼，安尼一点一点冻出来的吗？是啊，全部拢是啊，这大张的嘛，爱冻这大偌久张的。？爱冻几工？啊，这阮祖囝咧冻啊，我伫工课场画好了后，再转去厝诶，啊，因就住厝咧冻。这免若是一步一步来呢，这是一点一点来。对啊，啊，所以就是你无咧冻袂惯势，你若冻惯势了吼，你这个冻就足顺手足紧的啊。你安尼迄时阵学偌久，你才家己出师啊？一般这款的上色这种学到3年就会出师啦。3年。啊，若是要学这无物件学，爱画这吼，无一定。你讲画这就无用描图先去甲描出来，嘿，这就是凭你的手感哦。嘿，啊，就爱向上安尼。是水啊啦，向上安尼画。安尼画啊，嘿啊，这就无遐当构图啊，这直接伫景观咧画。我头壳戆啦。直接画天花板，课场就是安尼啊。是。因为你要做看卖无，这很凉。这是我讲要做的，就让做的吗？哎，啊你学做啊，啊做歹我见那个吐条螺啊。啊，这条放在你的肩胛头的。感谢你的信任吼，我实在嘛无把握。啊，嘛是出得好。来哦，甲放落了。洗手无回哦。好会调袂啦？哎，安尼就安尼我就较放心啊。哎哦，你有天分呢。哦，先莫讲我了。啊，你慢慢画，你就迄心得，你有兴趣哦。其实就好耍的。我爱甲这边画了嘛。画了伤暗嘛。恁即摆有欠人吗？欠人哦，一定有欠人的啊，即摆无人要学师啊。就因为阮爱四界走啊，有当时啊远来带工课场，啊，所以无人要学师啊。四季走就是，譬如讲倒位。有庙，像在当花莲老工墘，咱几遍啊，来大咧。哈？我你时啊做工课嘛，暗时一定带料。啊，但是啊，佮煞了暗顿啊，家己煮啊。啊，暗时啊，就烧少去溪啊掠鱼啊，捕虾啊。啊，若去海边啊，像咱小琉球，会晓收水，阮就是去东北角做。阮暗时啊，就去掠虾啊、掠金啊，啊，就介趣味啊。系啊。真对是无共款的生活方式。系啊。哇，到底拢爱用手甲脚拢白。真正两个姑娘啊呢 ！Hello， 你好。嗨，歹势，甲恁交了。我趁拄仔伫顶逛咧看恁爸爸咧甲我教迄画图，啊伊讲因祖囝嘛拢有缀伊咧工厂安尼走跳，是安怎会想要学？就是我们之前有去别的工地做，然后就有人说想来学，然后结果做完，就是他就默默消失了。年轻人做不久。但是恁家己嘛是年轻人啊。对啊，因为还有发薪水。讲到重点嘛，对嘛，这就是发薪水才有办法去看电影。对。恁细汉敢会定感觉讲奇怪，爸爸那拢无伫厝。小时候会，幼稚园、国小是住琉球，然后国中是才来台中这样。转去互阿嬷顾，就是国小的时候。啊，那你是不是大概若是分开拢会足唔甘的？对啊，就会问说哦，大概几天要回来这样。我听到人讲，恁安尼一直看我开讲的迄颜料会打去。已经快要干掉了。我莫甲恁讲了伤久，你紧话，我要来找马哥啊。拜拜。以上无用，拜拜。拜拜。那无看啦。马哥。哇，你咪伫遮咧冒灰。用啊。你这位阁舒适呢吼，而且竟然阁有帐篷的。系啊，对啊，因就师傅咧暗时啊困喺所在啊。暗时住伫遮哦。对啊，对啊，毋免去做饭店啊。好。啊，这咧5000几。是。有升级。有真正有咧升级，哇嘛是足辛苦呢。对啊，过来继续过来找我朋友要去哦，买场的。后一站就对啊。对啊，买场的。好啊，嘛是坐公车。系啊系啊。好，行，你带。好。有事无事坐巴士。